啊，那个电视没有开。好，咱请苏琴为咱弹一遍啊。来。我命源头万古自在，殊合意，甲真平安，和平好的心变做同情，车道一切三界为唱，先古临教，迎接记号，永远和平做愿祈祷。第二节。你大听，坦荡学切度，这呢远超越想象，这呢宽敞足空间，这呢深有稳重宝贝，通过基督找到和平，完整世界的自行证。第三节。对古今人人抱的梦，看见超越死的爱，新的天甲新世界，上帝顾应允未来临，上主和平对主耶稣，互世界上分对以后。伫以赛亚书9章6节遐有讲到弥赛亚的4个名吼。第一就是奇妙的魔师，全能的上帝，用永远之地的和平的灵君吼。甲咱这首歌讲到，嘛是讲到咱主耶稣伊是和平，永远和平做咱的祈祷来伫世间吼，通过基督。来找到和平。好咱拢是会当合主耶稣的款式，伫这个世间做和平的使者吼，甲人引带到上帝的面前。咱过来甲这首歌唱一解。我命源头万古自在，殊合意，甲真和平，好的心变做同情，车道一切三界为唱，先古临教，迎接记号，永远和平做愿祈祷。你大听，含情都这呢远，超越想象，这呢宽敞足空间，这呢深有稳重宝贝，通过基督找到和平，完整世界的自行证。第三节。对古今人人抱的梦，看见超越死的爱，新的天甲新世界，上帝顾应允未来临，上主和平对主耶稣，互世界上分的以后。咱预备心来今仔日的礼拜，请咱将咱的行动的电话关静音吼，咱来安心心来敬拜咱的上帝，来吟圣诗第300圣诗会前的诗，耶和华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
为晓对你欢呼的人真有福气。上主啊，因要对你的面发出的光来行，因规日因为你的名欢喜，因为你的公义快乐。你是因奇妙的快乐，因为你的恩典，阮会得到胜利。上主是阮的保护者，以色列圣圣的上帝是阮的君王。三角内因主爱念你的诗，神圣诗26首，答愿感谢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咱游玩徛伫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来告别咱的信仰。阮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实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定是假死过活，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过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快乐，互咱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搁定居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疼甲受苦。来真侪毋望的记号，唤醒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罪得赦免，用虔诚、忍耐甲献心的生活归荣光上帝。唤醒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用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
有责任甲伊三角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制度，也有文艺、科学，阁有追求真神的心。总是人有做无用者的温数，破坏人万米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放。互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们。谢谢。三甲来交托启应文第54篇，马太福音第5章。现着我来刻，请兄弟来印。启应文第54篇。心灵善食的人真有福气，忧伤的人真有福气，温柔的人真有福气。摇喙搭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高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耶和华上帝啊，你是伟大搁通敬畏的上帝，你是独一有真理甲公义、赏赐活命的上帝。你的目睭看顾敬畏你的人，眷顾仰望你慈爱的人。你要救阮的性命脱离罪恶的限圈，保守阮伫患难的当中来得到拯救。阮真是感谢你，你阁是阮的盾牌，是阮的拯救者、避难所。阮的心神要听候你，伫逐项事倚靠上帝的帮赞。你来仰望祈求，阮确信你要赐落你的慈爱甲恩典。感谢上帝，阮本来算做是外人甲寄卡的，但已经分别做成受洗，归入主，甲主耶稣当做上帝囝儿，已经无伫罪恶当中活咯，是已经甲主耶稣同死同活。有主伫阮的心中活地，属世间的甲即个世界的王就袂当管辖阮。阮的心目主来活，尊主最大，尽心尽意来听主。主啊，阮看见你的疼是何等的长阔关深，求主将你的疼搁一摆充满阮，帮助阮兄弟姊妹。用疼心互相成全，以温慈三款待，尽阮个人的职务无有懒散，建立基督的身躯。为着所信的福音，按着主予阮的目标，继续努力，直直跑走。毋茫有一点点仔学着主的款式，帮助阮不只是信徒，会当真做伫基督耶稣内面。忠心的圣徒，就是互上帝大圣分别出来，是圣洁的，有圣灵、圣神带伫阮内面的门徒。求主帮助阮，较毋是追求偏颇家己，是去关心阮的使命，甲看顾所服侍的兄弟。帮助阮，较毋是追求金钱的富裕，是去追求。利益人服侍甲投入伫遐个无认捌上帝的人，帮助阮较毋是独职人，是去
身体力行最好的模样，搁引带人亲近上帝，结出好的果子。主啊，求你帮助阮，较毋是怨妒人做了好，缀目赤，是去学乐鼓舞阮的肢体。因为上帝国的掌位必须扩大。求主互阮对人较侪的怜悯、同情心，亲像大牧者耶稣交怜悯人一样。恳求上帝做阮每一个人的大牧者，互阮的心灵无欠缺，会当安歇伫主青翠的草坡、溪水边。伫阮也未找到适合的牧者的期间，阮侪兄弟姊妹心灵需要牧养。身体病痛嘛需要身边兄弟的关心，求主无互阮对主来失去信心，对主的引带甲保守，的确有大的愿望。也求主保守阮教会兄弟甲正中职同工的身体健康，坚固阮每一个人的心灵勇健，生命不断的提升。阮伫遮献上虔诚的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求，阿免。求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救赎阮平安。献歌队要用赞美卡农曲带领咱来学乐上帝。
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第20章第1节到16节，台语和日本伫第24页。也即显着，我要用台语和日本来读马太福音20章第1节。因为天国亲像家主透早出去请工入伊的葡萄园，甲做工的人约一日1钱银，就找因入伊的园。9点的时出去，佮看见有婴儿徛伫瓜市园的，就甲因讲：恁也去葡萄园，我要照公道互恁。因就去。12点到3点的时，佮出去，也安尼做。5点的时出去，佮拄着有人徛地，就甲因讲：恁啥事通你婴儿徛伫遮啊？因甲伊讲：因为无人请阮。伊甲因讲：恁也去葡萄园。到日暗，园主甲伊的管家讲，叫做工的。互因工钱，对路尾来去到大仙来为止。迄个5点钟所请的到，大家领1钱银。大仙请的到，因拍算要领较济，毋过因也逐个领1钱银。11节领了，就对家主咬咬念讲：阮通日拖磨受热。迄个路尾请的做工1点钟久，竟然互伊甲阮平。伊就对因一人应讲：朋友啊，我毋是无公道款待你，你敢毋是甲我约1钱银嘛？你摕，做你去，我要互即个路尾的甲你平。用我的物件我所爱，减袂做滴。也是因为我最好，你得目测嘛。亲像安尼，路尾的要做大仙，大仙的要路尾。现在，现在，现在，我心偏向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因果，只剩我的主。现在，现在，现在，我心偏向来尊重。我心情在。只剩我的主。今仔日是咱台中大专学生中心的奉献主日，中心派蔡贤伟牧师来甲咱请安，伊要讲正道的信息是超越想象的天国。因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教会安排，会当互我一遍来代表咱的大专中心，来到咱的教会来做请安分享甲报告。首先咱先感谢咱的兄弟姊妹对大专中心长期以来的关心，大道支持奉献，会当互阮继续伫大专的校园做遮的宣教的工作。今日来真欢喜看到我。细汉时的迄个圣歌队的老师吼，主会老师嘛，看到我几位人脉的学生伫咱的教会我这几年常常咧想讲，我做大专工作者，我怎样爱来定位我家己的工作？我想我的工作就若亲像是学校即款的伫即个基督教的学校内面的校务共款吼。我是中会派阮伫遮的无校务的学校内面来做宣教的工。
中会设定阮这工作者，找派阮工作者入去中会所属的这个校园内面，伫迄个所在来牧养关怀、培育这个大专的同学，互因伫大学的即个中间会当继续有这个团契生活，有信仰的造就，参与服侍，也来宣扬福音。伫读即个发展心理学的中间吼。常常伫讲一件代志，就是18岁到30岁即个阶段吼，这个人称作叫做成年发展初期吼，意思是因离开青少年的阶段，要进入大人吼，要进入成年即个阶段吼，18岁到30岁，即个期间有3种的心理发展的任务，一个是学习怎样去听人。学习怎样进入这个亲密的关系。第2项是敲测你人生、生涯，还是你的职业的发展的目标。第3项是建立你的价值观，建立你的信仰，建立你的这个世界观吼。我想这个心理学的这个发展心理学这个阶段，拄好是大专暑工的范围，就是为大学。研究所到伫进入社会较早期的一段时间，所以咱大专中心的事工真多，也甲这3个发展的目标有关系，帮助咱的学生会当来认捌因家己，理解家己的生命，进一步伫灵修伫遮的祈祷的中间来追求圣神来医治咱生命中的伤害。然后伫认捌家己了后，来学习怎样听人，怎样进入一个亲密的关系，也帮助因伫追求因未来的目标的时阵，提供一寡引带甲建议。当然，搁较重要就是透过信仰根基的起造，来培养建立因的价值观、人生观。我想伫大专的这几年，我若确定。阮的服侍就是咧陪伴，也参与伫遮学生为青年行往成年的中间即个过程，诚做因好的陪伴者。阮遮个真中会性看学校的遮个宣教的服侍，非常需要兄弟姊妹的关心，因为阮的学生无法度有固定的即个收入所以因也无有教育的奉献那亲像教会共款来支持教会事工，所以阮的这个事工的需要就非常爱挖靠咱的兄弟姊妹的奉献，所以望咱的兄弟姊妹会当常常伫祈祷的中间、伫奉的中间来支持。现在咱台湾少子化吼，已经开始冲击到咱的大学的遮个学校吼。虽然台中的学校今年看起来大部分拢有报名额满啦吼，不过团契所收到的名单已经比往年减少真多吼。加上遮个即摆学生吼，咱拢称作 I 世代吼，因是咱叫做数位原住民吼，一出世就摕手机吼。所以遮个无共款的特质挑战，拢诚侪咱遮个大专事工新的时代，还有一寡新的做法、新的看法。这种是对阮来讲是挑战，也是机会。所以，望咱的兄弟姊妹常常为阮的事工来祈祷，有对上帝来智慧来做工。当阮伫面临这大学的环境有遮多的变化的时阵，互阮所有的工作者来保持心意的精神，有活泼的创意，来互阮的事工来做正的学生。伫咱的周报的内面，咱有业一个真简单的这个算募款的这个募款的这个内容吼。这中间有大专中心今年这个所有事工简单简要的介绍咱会当来参考。伫10月开始已经为9月开始就是新的学期。伫新的学期，阮开始咧做新生的工作。学校开学，团契开始聚会。看见有的团契人多人少，有的新生足多吼，有的是新生一半个尔吼。
所以这拢是新的挑战，总是团契的同工甲阮工作者拢真努力伫做这个事工。愿主来帮助阮，也恳求咱的兄弟姊妹继续伫事工的中间来共，互真侪大专中心的支持。伫讲道的进程做一款简要的报告，望兄弟姊妹常常来关心大专。接下咱也要来做伙来分享今日主日总会主日经课的经文。讲道的进程，请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当我伫读你的话语的时阵，愿你的圣神也常时工作伫阮逐人的心中，互你的话甲你的神做工，透过你的圣神所想述阮的理解、想象。互我会通进入你的话语的中间，去看、去听、去了解。这个话语伫2000年前对上初这个读圣经的人所要讲的是甚物？也照着你圣神的帮助，互阮转到伫阮现在阮的处境的内面来想，这个话对现在的阮有甚物款的启示？愿你的话诚做阮生命更新的溃烂。当阮伫读你的话语的时阵，就借着你圣神的帮助，阮逐人的生命得到更新。但愿阮下面讲道的时间，有你圣神的带领、引带，互阮无论所讲所听，拢出伫你的旨意，通互阮众人得到利益。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上帝国。这个是咱常常咧讲起的一个词。伫马太福音的作者的用法的内面，因为伊遵守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惯习无直接称呼上帝，所以伫马太福音内面，上帝的国，就伊甲写做天顶的国天国。总是这款天国的称呼，也互咱对上帝的国产生一寡想象咱就想象，因为咱讲天国，所以咱想象这个国伫天顶。咱也想象这个国有一足侪真好、真水的事，伫迄个所在，咱享受永远的健康、富足、快乐，无悲伤、痛苦、死亡。伫天顶，咱也有公平、有正义，无阁有剥削，无阁有暴力压迫。这款的天国，那亲像对咱来讲，就是美好的天堂。伫遐，咱会当享受各种的好处。总是天国，敢真正是安尼？今日的故事对咱来讲，咱拢可能拢真熟这是耶稣伫福音书的内面，足真侪描写上帝的国的譬喻的其中一个。不过，咱来看今日的经文，今日的譬喻的结局。有淡薄甲咱的理解无共也是讲对咱来讲，最后即句话咱真好理解。那为某一个角度来看，这会早起上早就入去的人，伫迄个所在炒工，因哪会敢若摕到一钱银，因伫遐炒工，这安尼无公平，这是真正常的代志。毕竟因一透早就互点工入去葡萄园工作。我想这个人，咱若看这个人力市场人力的市场的内面，上早互点到的人，一定就是因看起来就是真有体力，也是讲因原来就是大家熟悉，有真好的技术，就是简单讲，就是有真悬的生产力。总是因看到因透早工作到8、9点还阁有人入来，到中昼阁有人入来。到下晡，阁有人入来，咱嘛会当知影讲，哪来哪换入来的人，一定是伫迄个市场的内面，就互看做就是看起来就是无啥技术，就是无啥体力，也是讲看起来就是袂晓做代志的人，所以较无人甲因请。总是因看到这个人一直入来，最后甚至入来的讲，无人要甲阮请。真有可能，有一个圣经学者讲，甚至迄个意思有可能是人因要来找头路，大家拢想讲上好莫来，
即款的人嘛入来啊。所以当遮的上早就入来即个园内面，上有生产力，做上侪工的人，看到上晚入来的人，摕到一钱银，因心内迄个公平的原则，自然就会期待。因若摕一钱，我一定会摕搁较济。总是因真失望，家主互因的即个工资，共款是一钱银。所以伫因遐埋怨吼，台语圣经讲吼，拗拗念吼，家主就安尼讲，我这我的钱啊，我要安怎用就安怎用吼。哇，听到即款的话吼，咱无论是用古早的眼光，还是咱现在的眼光来看，这都是一个真激气吼，无讲道理，要用钱都要共地死吼。咱即摆少年人讲，这叫做惯老板安尼。既然耶稣讲的这个譬如是咧讲上帝的国，安尼这个家主毋就是咧讲上帝？哇，安尼这个国度甲罗马帝国有啥物无共？罗马就是安尼无公平啊！这个家主嘛是看起来就是一个无公平啊！安尼上帝甲罗马的皇帝有啥物无共？即款的上帝国敢讲是天堂？即款的上帝国敢值得咱来期待？这可能是古早咧读这圣经的人的一款的理解。咱转来到现在，咱家己的处境的内面，咱现代一个真重要的新约的这个神学家吼，赖特吼，伊伫伊的这个伊的一本册内面吼，伊一本册叫做《天堂有什么好期待的》吼，提到讲咱现代的基督徒有一个真明显的误解啦吼。迄个误解就是咱信徒想讲，咱信主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死后上天堂吼。伊讲这是一个真大的对信仰的误解，因为咱将迄个愿望，吼，原来的愿望，耶稣是讲愿你的国临到，讲耶稣要过来，启示录讲迄个新的天、新的地，迄个新的耶路撒冷要降临来到人世间。还有其他真侪圣经的所在，拢讲上帝是要来到这个世界，转来这个世界来统治、来治理这个更新的世界。总是伫不知觉的中间，咱的信仰转变做咱要离开这个世界，投入伫迄个上帝天顶的这个国度的怀抱。咱咧想迄个天堂，咱即马拢用天堂来形容，天堂就是上帝的国，就是天国。咱感觉，因为咱感觉这个受造的世界一定互撒旦来破坏，无公平、无正义，到处拢是即款的暴力、剥削，伤害、受苦，咱即卖环境生态受到真大的即个改变，即个气候变迁，差不多已经，咱今年讲是有史以来世界有史以来上热的一年。哇！咱的气候可能无法度搁回头咯。咱经济受到这资本家的这利用，有关系的人永远都会摕到搁较侪钱吼。咱也感觉讲，咱面对这款的社会结果，咱也无气力改变所以拯救就是互咱离开这个世界。咱无搁想要甲这个世界有任何的关联，而且只有咱信主的人才有资格通入去。这毋若是咱想讲信福音，就是要入天堂，咱也袂记啊。这个福音是甲全世界受造上帝所疼所爱的这个世界有关系。安尼若对咱咱看的角度来讲，这个天国的譬如，就会变做安尼。反正咱要搁较安怎，就是会上天堂，先入去嘛是入去。最后才入去嘛是入去，所以咱会当来先享受一下这个资本主义的世界，这个消费主义的世界带来好处甲享受，来买 iPhone 15，来享受豪宅，才会享受过最后一刻我才来信主，安尼我同款嘛会当上天堂，安尼就双赢咱即摆人拢最爱讲双赢win win。佫会当享受人生，佫会当上天堂，安尼毋知偌好。
拢是这敢是上帝一个意义。我想头前两款的读法，两款的理解，其实拢毋是今仔日咱所读的这个圣经耶稣设立这个譬喻的目的。其实咱今仔日所读的这个譬喻的目的，是为着要解说19章30节迄句，就是咱今仔日经文的最后一句。其实我用华语哈，因为我写文章的时阵是用华语哈。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总是真侪在前的要伫后壁吼，伫后壁的要在前吼，要伫头前安尼吼。这个譬如是要解说19章的30节，所以其实咱会当为19章开始来读这个整个的故事，尤其是19章的16节。伫19章的16节，伫遐讲一个故事，讲有一个青年、少年人啊，真有钱的财主，伫迄个所在，伊来找耶稣问讲，伊通做甚物来得到永远活？或者是讲，伊想要知影讲，伊应该做甚物？才通得到救赎。总是耶稣甲伊的对话中间，迄个答案嘛是伊料想袂到的。第21节，耶稣甲伊讲：你若要得到救赎，就是你若有想要真做一个完全的人吼。完全的人，就是意思就是讲对上帝的旨意有完全的顺服。你有行公义、饶怜悯，你有诚实，你有正直，你离开罪恶。这你若拢有做啊，你敢若需要搁做一件代志，就是将你所有的钱甲卖去，你的财产甲卖，然后分予送乡的人，然后来跟对耶稣。最后，这个有钱的人，伊就真忧愁，就离开。那照当时犹太人的标准来看，这个少年人富足、敬虔、守律法，真慷慨。对送乡的人会当来行这怜悯的代志。那照因的标准，各方面来讲，这个少年人已经是受上帝祝福的犹太人，伊是受上最祝福的犹太人。若是连这个人拢互耶稣讲做，伊无法度进入上帝的国，安尼阁有啥物人通进入上帝的国？所以接下彼得才讲，哇，安尼有啊，阮这军队里的人吼，阮拢已经放弃放下阮所有的一切来军队里啊，安尼阮会得到啥物？所以看起来彼得甲这个有钱的少年人同款有一个想法，因会当透过某一款因家己的付出，也是讲因的工作、因的行动来交换上帝有一个公平的回应。迄个回应就是会当互因入天堂啊！彼得认为讲，因这12个使徒已经做到迄个有钱、奉受上帝祝福的少年的财主做袂到的代志，安尼因应该有权伫上帝国的内面得到更较多。耶稣对彼得的回答当然无反对，伊讲较像影，恁为着我来放下这个，会得到伫迄个新的世界，恁会得到荣耀。不过耶稣接续嘛讲，既然安尼做的人，拢会得到同款的荣耀。所以耶稣伫遮那像一个，甲这12个使徒，甲彼得暗示讲，恁并袂比其他的人得到更较悬的地位，更较悬的荣耀，因为所有愿意为主来活的人，拢是平等的。所以耶稣接续才会讲出即句真出名，咱真常常听到的：做伫头前的人，要伫后壁；要伫后壁的，将来要伫头前。耶稣透过即句话，是要来提醒彼得：你唔通抓准恁遮的生来的人有特权，是恁会得到我特别的关心，将来恁会坐大位吼。所以咱若为头前的故事来看今日的譬如。其实耶稣要挑战使徒的是，恁想象吼，伫恁的想象的中间，上帝国有一款公平交易的原则啦。这个原则就是恁照你心内所想，迄个对恁有利益的公平，
伫上帝的国内面，就是生来的生地做上多，付出上多，将来就会有占搁较悬的地位啊，甲即个优先权呐吼。啊，咱看到后壁迄个约翰甲伊的兄弟，哦，甲因的妈妈走去找耶稣讲啊，你国来的时阵吼，阮一个要坐你的正边一个要坐你的倒边。因想的是安尼，我付出较多，将来我会想要得到搁较多的名声、地位甲财富的祝福。因在想遮的，总是上帝的国，并毋是安尼。对上帝来讲，咱会当进入上帝的国，毋是靠咱的努力，毋是因为咱做工来得到上帝的报答。咱会当进入上帝的国，是因为上帝亲身出来敲找这人来进入伊的国，是出对上帝对伊家己的约、伊的守约、伊的恩典、甲伊的怜悯。圣经学者海尔伊伫伊的即个注解册内面，伊讲，伫耶稣的譬喻的内面，上帝国的内面，迄个怜悯、迄个恩典的原则。赢过人所看重的这个公平，所以敬拜上帝的人，就必须要效法上帝迄款真慷慨，毋是看到上帝即款的对于其他的人的恩典，你心内就发出迄款的怨妒。那亲像耶稣伫迄个浪子的譬喻的内面，迄个大囝，咱就那亲像迄个大囝认为讲，咱才有资格，遐个人无资格吼。圣经学者赖特嘛，伫伊的即个马太福音的注解内面也写着讲，上帝毋若拣选遮个有能力的人吼，就是即个经文内面讲较早入去的人吼。上帝的慷慨，伊的慷慨吼，怜悯表现伫伊拣选遐个无人要请的，而且互因共款的恩典。孙美玲老师也伫伊的册内面写着讲，咱若看遮个19章的故事，有囡仔要来找耶稣，门徒的态度是安怎？来阻挡这个囡仔，因会感觉讲，这个囡仔哪有资格？因若无做啥物啊？因若袂当做啥物啊？其实因阁有心内一个想法，阮这12个人分遐位都分无够啊！恁阁要来，阮将来是要安怎分袂平啊？所以因阻止这个人来接近耶稣。总是孙宝林老师伊讲，这有才德、敬虔、富足的人，毋是天国的公民的候选人啊，是这一无所有、无啥物通夸口的囡仔才通入去。彼得甲这个使徒掠准，因有资格伫上帝的国的内面得到搁较多。不过这不过是因自以为是吼，自以为是。所以耶稣讲，伫后壁的。爬伫头前，这是上帝国对一无所有的人的上大的恩典。咱伫咧想象某一个真公平的世界，即款的公平也反映伫咱的一寡教会教导啦吼。你若是伫教会有真侪服侍、真侪奉献，你过真敬虔的生活，你就会当得到上帝真丰富的赏赐，会当有健康好业。我嘛捌听过某一个教会吼，伊伫教会内面拜位吼，是照做工的做少来拜位啦吼。当然因安怎拜我毋知影，我是听伊讲因有特别的积分的人才通坐第一排。因迄个意爱色无共，甲人无共。不过今日的经文甲咱提醒，伫上帝的治理的国的内面。迄个怜悯、迄个恩典，比咱想象的公平搁较重要。所以赖特会提出一个真重要的看法，伊讲伫教会内面一个真危险的想法，就是咱对今日的譬如不以为然呐。某一寡伫教会内面工作的人，真容易家己真特别，我比遐个徛伫后壁的人较特别。今日是大专主日，我咧写即个时阵，我想到讲，咱的大专团契，那亲像嘛是天国的一个葡萄园。即几年，阮团契中间有一个团契，真拄好，拢有
阮刚讲叫做特殊生吼，入来伫团契中间，因无法度亲像一般的学生安尼，通自由分享，甲人开讲交易互动吼。因讲话拢一句一个词句点，拢无法度甲人互动安尼吼。拄好迄团契真少人吼，所以除了会长以外，都是遮个人吼。所以因的辅导甲同工吼，这2、3年来真辛苦，因为无论摆什么聚会吼，拢真，咱讲号做拉袂起来啦吼，因为因都拢无啥物反应安尼吼。阮有一遍辅导咧分享，讲伊摆一个聚会吼，讲大家炸家己的物件来分享你的童年吼，你囡仔是有啥物款的零食，这个零食对你来讲有啥物款的意义甲故事？原来这个爱想讲会分享1点钟吼，结果5分钟大家就讲了每一个人因就敢若会当讲一句最好吃啊，就无结果迄个辅导只好家己讲剩落50分钟啦，家己讲甲流目屎，其他的人煞惊到，就一直食。在我来看，这阵学生吼，哪真像遐个无人要请的工人，因也无法度做啥物，因嘛无法度做同工。我初入捌因的时阵，我想讲，即摆大学哪会遮趣味，会当收遮个学生吼？因为我有当时怀疑讲，因的成绩敢无法度读大学？总是我咧读今日经文的时阵，我家己有一寡反省，这敢毋是上帝的恩典吗？上帝出去找因，然后甲因找到，带因来到台中有一个团契生活的所在。这是讲有因为上帝的恩典，咱通做伙甲因学习团契。迄就是上帝国超越咱的想象，这个上帝国有超越咱的想象的恩典在这个中间。我也确实伫因的中间看见这款恩典灵敏的精神，因为这个同学其实是因这个团契的一个学长带来的吼，迄拢是伊邀请来团契吼。我想可能伫咱的教会嘛是安尼。有的人真贤，有的人可能无法度做啥物，总是这拢是上帝的恩典，邀请咱入来伫伊的园的内面。孙宝林老师伫个册内面，伊用一个故事安尼讲，到伫迄日，全部的人拢排队要入去上帝的国，咱徛伫一个门外，队伍排真长。真欢喜，咱排伫头一排。结果门拍开的时阵，迄个天使出来讲：排伫上落尾的人先入去。咱排伫头前的哪会使？这无公平啊！哪有迄落阮先来的呢？阮徛足久啊呢，哪会迄落后壁的先来？伊讲后来天使甲迄个门拍开，内面阁一个门拍开，伊看到伊。细汉的时阵，伊的牧者，伊看到伊细汉的时阵教会中集，搁较前去看到遐个古早将福音带来到亚洲的宣教师，伊继续看到路点马丁，看到加尔文，伊搁往前看到真侪早期的遮个信徒，最后伊看到12个使徒，遮个人全部回头。对伊微微啊笑，然后天使讲，徛伫后壁的先入来。新学家常常来甲咱提醒，团契甲教会生活有一个目的，是要互咱去谈到迄个上帝的国，迄个水的滋味。当咱食到一点点即个上帝国的迄个水的滋味，就互咱有一个望未来迄个真正完全的迄个国度的来临。咱要伫迄个国度的内面，伫迄个互上帝更新的世界的内面来生活。所以咱面对即个世界的破碎，咱就感受到上帝的呼召，咱就加入上帝听世界伫
平行世界的工作的内面，互上帝国的滋味，互国较侪人来食着、来啖着。尤其是遐个破碎的心灵、无气力的人、无人要请的人。希望咱通学习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慷慨，这也真侪咱的实践。咱做伙来祈祷。上帝感谢你，因为你的国充满阮所无，超越阮的想象。阮常常用阮家己的即款的理解来看待将来的国度。阮现在无法度得到的，阮望伫迄个国度内面来得到。有时阮也感觉到阮真特别，因为阮是大圣入来的人，阮哪像会比其他的人搁较有资格。总是今日你的话，你的譬如，甲阮有一个提醒。伫你的园的内面，大家拢共款。尤其是遐个互看轻的，遐个无的，伫你的眼中共款宝贝。求你帮助阮有即款的理解，也有即款的学习。求你帮助阮也来实践即款的信仰。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来因回应的诗，新圣诗470首，活命的源头，万国的主宰，咱起立来吟全首。活命源头，万国主宰，事合一，甲真和平。好的心变做同情，车道一切三界为求，先高临高，应切记号，永远和平做愿祈祷。你大听，塔灯学切道，这呢远超越想象，这呢夸张。空间，这呢亲有稳重宝贝，通过基督找着和平，完整世界的主面前，对古今人人抱的梦，看见超越世的爱，新的天甲新世界。上帝国永远要来临，上主和平对主耶稣，互世界上有的以后。啊，这请坐。书宪，请建中执事甲桂林执事。
啊，这请坐。咱分开周报第3面本周的金句，我读一遍，大家煞只读2遍。本周金句：既若称呼我讲，主啊主啊的，无一进入天国，独独惊我伫天里的爸的旨意的这话。马太福音第7章21节。既若称呼我讲，主啊主啊的，无一进入天国，独独惊我伫天里的爸的旨意的这话。马太福音第7章21节。既若称呼我讲，主啊主啊的，无一进入天国，独独惊我伫天里的爸的旨意的这话。马太福音第7章21节。周报第3面有本周的聚会表甲礼拜的事奉表，请咱向这第一来看。第4面本会消息，第一，今主日是台中大专学生中心奉献主日，真感谢蔡贤惠牧师前来主领咱的礼拜甲讲道，多谢伊的辛劳。下主日是上年曙光的纪念主日，咱邀请潘中杰牧师嘛是台专中心的牧师，前来主领礼拜甲讲道，由上年团契来担任服侍甲献诗。礼拜中教育部嘛要颁发顶学期的奖学金。第3点，礼拜了后有爱餐，感谢陈亚文执事的准备，请可爱小组来饭后的休息，愿主祝福。第4点，中执会有通过咱111学年度第2学期的奖学金，名单如下请咱遮的同学伫后主日礼拜当中出席来领奖。第5，9月27拜3祈祷会，这礼拜邀请温柔小组甲德行的小组出席来参加祈祷会。第6，10月初3拜2上午9点半，咱教会派2024年度的第2长老由志良长老来参加台中中会冬季聚会。第7点，2024年的月历要加买的兄弟，请到办公室登记，并且完成缴费，每一份是85块。有2种的这个主题通选，到10月初2截止。第8点，咱兄弟若是有登记新眼光的，请到办公室来领取。第9点，第4季的这个圣工分担表已经印好，页伫周报。若是还未摕到的兄弟会用来到教会来领，也是甲关怀小组来摕电子档。第10点，妇女团契年会选举结果，会长是刘罗伊，副会长赖秀珠，委员是赖秀贤、王素娥、陈丽淑长老恭喜。第11点，咱的行政干事伫10月初3拜2有要补中秋连假1天，请咱兄弟注意。周报第5面团契甲小组的消息。第1点，青少年团契今仔日上午11点20分伫5楼副堂有聚会集合，主题是社区巡礼，因要去东兴市去食物件行咧，欢迎客友来参加。第2点，上年团契今仔日爱餐了后11点40分伫1楼副堂有聚会，主题是一位真特别的人客因要看马太福音25章35节、40节由蔡梦颖副会长来主理，请大家踊跃参加。第2点就是后礼拜主日是上年主日，请服侍的这个上年
团契当天8点半来参加祈祷会，要参加献诗服侍兄弟这个客友8点45分来伫2楼礼拜堂来集合练习。第3点，10月7日拜三，上年团契要举办去参加水南教会甲宏苑的步道一日游。迄天7点50分，伫游览车顶面来集合，8点祈祷了后出发。第3点，四海读经班这礼拜的读经的内容是第19课以利沙的侍奉，欢迎咱兄弟来参加。第4点，兄弟团契本周拜六的聚会是查考马太福音第6章，欢迎参加。第2，上重要的是伫这个10月7日暗时拜日暗时5点半。要兄弟团契有中秋的聚餐，要伫阿丘大肥鹅餐厅，会员夫妇每一人200块，请会长、邮局用长老来报名纳钱。第5，妇女团契第2点10月14号礼拜六，上午9点20分。伫1楼的副堂有举办圣经的讲座，主题是你不知道的五旬节甲保惠师，邀请这个陈凤祥老师来主讲，费用每一人100块，请兄弟可上用姊妹来登记纳钱社青团契今仔日聚会，后礼拜聚会。后礼拜聚会是看这个电影赏析主理是林炳莹会长，书会是尤乃琪，欢迎客友参加。下面主日学甲献歌队，请咱家己看就袂伫内面关怀协会消息，咱拜2甲拜4的课程已经开始报名新一季的课程请罗伊技术来报名。下面具体关怀甲会友的消息，真感谢李鸿章兄弟，伊有互教会一台饮水机目前已经安装好伫4楼伊嘛有奉献这个间隔仪机安装佮更换滤芯这个部分，真感谢伊咱4楼都有真清气的水会当啉愿主赐福伊。第2点甲第4点，咱下面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教界的消息，请咱家己来看。就无第7面照奉献的报告，伫遮做领袖，若是有错误的，请财务部长林主座长老来反映好，咱今仔日有看起来。今天没有新朋友了好，咱来做伙头来为着咱教会的兄弟集体来为祈祷。亲爱的天父，你是顾守阮、搁医治阮的上帝，求你来。安慰阮每一个人，医好阮的伤心甲无助，透放阮的心灵，行出创伤甲劳苦愁烦的家路。阮倚靠主耶稣你的拯救，已经有大欢喜，甲主所赏赐的真平安，伫阮的心中。当阮的兄弟拄着困难，身体无好势。我要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恳求交托，求主赐下阮人所想袂到的平安，伫因的当中实行医治、看顾、保守甲安慰的工作。阮为着马徐轩姊妹的姐姐于轩姐，求主医治伊，互伊的性命会当醒起来，有气力。求主带领医生的治疗。伫亲友的大岛的下面，
求主怜悯伊伫伊。阮也为着陈嘉胜长老的血压会当恢复，伊会当自主呼吸，身躯得到康复来代祷。也求主医治林慧珍姊妹的胃病，通过治疗甲亲人的照顾，渐渐好势。为着秀玲长老跋倒、手骨甲尾椎的这个治疗会当顺利来祈祷。阮也为着明月姐甲郭聪敏牧师，因为因年岁较大，身体有时啊会疼痛袂爽快，求主看顾。阮为着热丹景姊妹，伊的肺部有痰，拢爱来抽痰，求主你医治，互伊得到好的照顾甲治疗。重要的是求主继续带领阮教会的这个屏幕的工作。阮知影主有好的旨意，阮就是听候有别家己。为着10月份有圣歌队兄弟团契、社青团契的年会改选，求主有别中心的会长甲同工，阮将这个恳求摆列伫主的面前，求主施恩怜悯成全。祈祷恳求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阿免。请咱起立吼，咱来彼此请安，来因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一摆吼，我愿主的听声心来听你，我愿主的听声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临有主的荣耀，我愿主的听声心来听你。请咱游员徛地，咱来吟祝福齐恳的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因是煞请蔡牧师祝祷。恳求主你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假使我永远欠彼是情，暂我答你遵守你诫命，互我伫黑暗中做坚定，水吹引带是未老，这是我人生的全貌。请咱游员徛地，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的恩典、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这请坐，来到避讳。